記唔記得？我好耐冇拍片啦，因為我翻學，所以我唔記得咗拍片，好似有2個月冇拍，定係6個月啦。好啊，好，今次我哋終於回歸啦！好嚟，噔噔噔噔，今日要玩嘅就係動物。係，我哋點玩咧？動物環節就係咧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喺屋企玩嘅，如果有嘅。咁就扮動物啦，就係咧，你冇跳啊，輝輝，鏡頭都冇啊。就係咧，你抽佢一個動物要瞇埋眼，咁咧你抽完之後咧，咁咧你咧就扮咗個動物出嚟 ，OK？OK？咁咧，我同你講下先，其實咧，我咧係唔想講普通話，因為普通話雖然好勁，可以收多啲 like， 但係咧，我從細到講到大都係講粵語，所以我唔講普通話。OK？你就如果你聽到我講粵語，你一係就自己開字幕睇下，你識㗎啦。好，拜拜。OK， 唔好，拜拜。講下笑咋。好，開始環節第一回合，我同輝輝出場，過嚟。好耐冇見嘅輝輝。係啊，真係。好啦，開始抽啦。輝輝。好。包住揼先。包。整。得。好，哥哥贏咗，哥哥抽先，你喺嗰邊。你嗰邊睇住有冇哥哥抽到啊？好，你冇喐個鏡頭。好，開始瞇埋眼，入啲嘅先。哇，好大嚿咩㗎？就你啊！哇，係咪？第一隻動物，好，開始扮佢。呢度有隻歌。好，繼續到輝輝抽。好，我輝輝抽。等我落去。好，輝輝抽。唔得，有啦，啱啱抽咗啦。OK。好 ，Sophie 點啊？1、2、3。同埋我話俾你聽，最後咧有啲訂閱禮物我會俾你哋。如果我訂閱我係鏡平學校嘅學生嘅話咧，我就會送啲嘢俾佢。好，嚟。好，我再玩。好，我哋再玩。好，加油！